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一礼拜久，你保守看顾阮，阮得到你所赏赐真实的平安。检查有时阮会拄着负担当试炼的事，但总是主你的恩典教也阮用。伫你引带保守看顾下面，互阮搭各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到圣殿。来到你的是阮宝座前来敬拜你、服侍你。是阮的主，我们透过今日的礼拜，甲你有亲密的沟通。求你这个时刻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平静的心无受到阮所烦恼以及外界的事的搅扰。阮用专一的心志来服侍你，来敬拜你。透过今日的礼拜，得到你的欢喜。主，阮特别要感谢你，替阮安排好的服侍人员，透过因的帮助阮来敬拜你。求主你垂天圣神伫阮的中间掌管，一切礼拜的过程拢充满你所赏赐真实的平安。主啊，阮特别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来到奉你的名所设立的上人教会。伫教会中间，阮贡献阮本身，甲其他的兄弟姊妹参加伫遮交陪，透过研究你的话，研读你的话，思考你的话，来得到祝福。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上人教会，我上人教会所有的忠职同工，拢会当得到你的带领甲看顾，互因有智慧去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来推动教会的各项事工。我上人教会伫即个社区，伫即个城市，伫台湾，会当为你做见证，来荣光你的性命。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上人教会所设立的逐个机构，无论是服侍老人、服侍细囝、服侍青少年，主你拢互这个机构发挥伊的功能，真正真做万民的祝福。亲爱的主，阮也将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引带保守看顾，互台湾的百姓徛起伫即个土地，会当得到你所赏赐真实的平安，也互公义甲仁爱遍满伫即个土地顶面。特别恳求主你兴起伫即个土地的正教会，互正教会真正成做即世间的光，甲世间的盐。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这一切，求你成全。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恁就点点就知我是上帝。我要伫列邦中做权大，受尊最大，伫遍地也做权大。咱三角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80首，愿主徛阮中间，请起立。各位兄弟请坐，伫遮三角来祈祷。至亲阿爸爸上帝，主愿感谢俄罗你，愿感谢你伫即个新冠病毒武汉肺炎的即个一年的中间，你保守台湾平安顺遂。主愿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特别是过去一礼拜中间，你保守阮出入。享受到你所享受迄个平安，主愿深深感谢俄罗你。主啊，在1月初3，美国总统大选结束，虽然有真济的争议，还阁有一寡州的票还未完全开出来，真侪人心着急，情绪不安，甚至真受气。总是主，阮知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也是享受平安的主。我相信，在这个末世的世代，你犹原掌权做王，阮的平安对你遐来。我相信，在这个末世的时，你犹原有你美好的计划甲念力。主，阮信靠你，你就得到全然的平安；阮就得到全然的平安。阮仰望你，阮就得到全然的愿望。教会中有辛苦病定的，最后说阮恳求你亲自医治因；有心神软弱的，最后说阮犹原恳求你亲自坚固因；有亲近你的，主你就充满伊；有祈祷你的，主你就祝福伊。主啊，求你互阮台湾这个水的国家，互阮会当成做福音的出口。求你呼召训练阮相连教会的长兄弟姊妹，成做你好的同工，将传福音的火点倒在阮的中间，互阮相连教会也成做正教会的帮站。千言万语的祈祷犹原无够额，这时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齐声开嘴来讲。阮的天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行，以对的心天意。阮的心能互阮，下面阮的国度，正如阮朝下面的君王。我对所你的事，对阮这些大人，因国安宁平顺，福其所有，带来有尽。阿门。
煞者用启用来继续咱的礼拜。咱先开信息后面启用诗篇18篇，信息后面27页，我来启，各位来用。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地甲世界你也未造成。你有人归土，因为伫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捞去。伊亲像草，早起时无性，因为阮对你的受气就消灭。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耶和华啊，要到几时你求你倒转？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求你照你的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所做对你的怒目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煞者咱继续用敬拜来煞者咱的礼拜。圣诗11首，至关上帝至关，我爱称颂，请起立。
咱伫遮要邀请妇女合唱团来献诗，着感谢主，继续咱的敬拜。感谢妇女合唱团水的歌提醒咱，逐工拢爱感谢主。咱直接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个撒母耳上卷第2章26至36节。咱先开现代中文译本319页内底有记载。小撒母耳一天长大。深深得到上帝甲人的疼痛，有一个神的人来见以利，伊传达上主的信息，讲：你的祖先阿伦一家做埃及王努力的时阵，我伊启示过，我对以色列所有支族当中选出伊的家族做我的祭司，互因伫这段上服侍。我烧香，并且请以福德幸福侍奉我。我互伊有权分得这段上小过的祭物。为什么恁遮尔贪婪吞达我要求我子民献上的圣祭甲祭物呢？以利。你为什么看重你的囝，较过于看重我？用阮因将我子民所献圣祭中上好的部分，摕去为家己呢？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曾经应允你的家族，甲你的宗族，要永远做祭司侍奉我。毋过，我现在要废除恁的职位，我一定看重遐个尊敬我的人，
轻视遐个藐视我的人，看吧，时候到了，我要互恁的家族，甲你的宗族中的少年人短命，无人会长岁寿，你一定会后悔。这道我互其他以色列人的福气，你家无搁再有人会长岁寿，毋过我会互恁保留一个后代，互伊做祭司侍奉我。但是伊的性命绝望，你所有其他的后代嘛拢要无长岁寿。你两个囝，霍弗尼甲菲尼合，要伫同一天来过身，这就是对你显示我要所讲的话，拢要实现的凭据。我要选你一个祭司，伊会对我忠心，照我的心意做事。我要赐予伊子嗣，伊将永远伫我选立的君王面前服侍。你后代中，甲我的人要用伊个祭司来求讨，敢若讨价共款，为一点仔食的物件来要求做祭司的助手。愿大家会当明白上帝的话，来谦卑照上帝的话来行，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即接咱要来邀请咱本堂的主任牧师蔡进道牧师来证道。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圣经人物的系列。萨姆尼，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开始要用几礼拜时间来看撒母耳这个先知，伊也是祭司。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来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特别是你透过你的话来提醒阮，应该安怎做，是你所欢喜的。所以，这时我们领受你的话，阮求主你帮助阮，使阮有属天的智慧，透过你的话来思考阮生命的意义。求主帮助阮，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开始要来看撒母耳先知个祭司咱关系撒母耳的出世的代志，咱伫进前咧讲汉娜的时阵，咱就分享过。所以咱今日要来看撒母耳伊的成长。要看撒母耳进前我先甲大家分享一个人。咱中间学幼教的，一定知影这个人。这个人伊的名叫做福禄贝尔，伊是德国人，伊是出世伫1780年，过往伫1852年，伊享年70岁。伊一世人拢奉献予幼儿教育，对伫幼儿教育的理论甲实际，伊拢有真大的贡献。特别有一个贡献就是将幼儿教育学校号名叫做 Kindergarten 这个德文这个字是两个字所合成的Kinder 就是儿童的复数，Garten 就是德文内底的花园。两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讲，伊所设立的幼儿园是叫做儿童花园。伊将儿童比如做花草。老师是顾园的人，幼儿园是儿童快乐成长活动的场所，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所以，伊将这个学校来叫做 Kindergarten， 这是世界第一间幼儿园。布鲁贝尔伊也被尊称作幼儿园之父。我感觉伊这个比如这个观念，其实是真趣味、真有意思，因为幼儿园是花园，花园是一个充满生命的所在，也是予生命成长培养的所在。咱知影每一粒种子伊拢有无同款的特性，但是顾园的人，伊若提供好的土，有
适当的水，甲适当的肥，甲充足的日照了吼，互因一个真适合生长的环境中间，即个种子种入土里，伊就会生长，然后会大长，会开花结籽。幼儿园就是即款的所在，互细汉囡仔会当伫即个花园内底展开因生命成长的开始。但是咱嘛知影吼，有个人做袂晓种花草的嘛，互伊种啥物花拢会死亡。像阮牧师娘伊是做爱种花草吼，但是吼，毋知安怎无啥晓照顾吼，有时阵遐花草拢会死去吼。你连迄种迄仙人掌嘛会死啊，足奇怪吼。即互咱知影，你若无用心照顾，毋知影要安怎来照顾吼，嘛会互花草生了歪出去，甚至互花草生长不良。所以对幼儿教育吼，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咱教会其实对主日学的教育，咱有真大的期待吼。牧师一直期待讲，少年教会的主日学爱办迄个台湾上介好的主日学校。我相信咱的主日学的同工嘛，一直往即个方向咧努力咧打拼。但是我要甲大家做伙来想一项代志：囡仔伫厝内底的时间吼，比伫学校、比伫教会，也是比伫伊任何所在搁较长。如果咱只要求学校、只要求教会、只要求社会提供好的环境，咱去忽略上介重要的家庭教育，安尼实在是毋对。因为囡仔成长的环境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若有伫一个听、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咱就比较较有可能，当然无绝对啦，比较较有可能会当培育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但是咱若倒边来看，如果囡仔若成长伫一个比较较无健康的环境，当然，这囡仔是真可怜。因为即款的环境吼，可能伊的价值观呢毋对，都变做培养，真有可能培养出比较无正确价值观的人。所以有人安尼讲，魔鬼要破坏这个世界，就对咱的家庭开始迫害。互你的家庭迫害了，安尼这个世界就真黑暗。所以咱的教会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爱提醒。教示信徒爱起做合上帝心意、得到上帝稳定的家庭。咱有一个得到上帝稳定的家庭，咱才会当起做合上帝心意的教会。咱今仔日吼要来看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其实拢是父母，其实拢是敬畏上帝的家庭，但是因为信仰教育的无共款，产生真大的差别。一个叫做以利的家庭，一个另外是一个以利加纳，嘛咱讲是汉娜的家庭。两个家庭因为信仰教育无共款，对上帝敬虔的态度，对上帝迄个敬畏的态度无共款，培养出无共款的人。咱做伙来看，首先咱先来看第一个家庭。这家庭的家长是以利，伊是受人尊敬的祭司的家族。这些家族原本的是应该爱享有上帝所赏赐的荣耀，但是伊犯一个足大的错误，就是伊听信放纵伊的囡仔。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是上帝差遣一个先知来台以利警告。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迄内底其实咱详细来读是真恐怖那亲像是一个咒诅，这家庭咒诅遐尼严重讲迄咒诅是讲你这家庭少年人袂当活到老啦，每一个少年人拢短命无老人啦领老一个护士迄个个失明，所以是一个咒诅。但是这段话中间上介重要的是这句话，就是第2章的29节这先知来以利讲：你为什么看重你的囝？超过看重我，咱拢重视囡仔无毋对，但总是如果你若用你的囡仔放伫上帝的位置，超过重视上帝，
用囡仔取代上帝的位，安尼这个家庭注定爱遇到真大的试炼甲挑战。因为看重囡仔超过看重上帝，所以伊的囡仔伫即款的情形下面，根本就袂敬畏上帝嘛。伊的囝是出世伫一个祭司的家庭，祭司的家庭是上帝所拣选要来服侍伊的家庭，但是竟然伫祭司顶面犯了真重的罪吼，咱等下会来做说明。而且咱来先明白吼，根据圣经的记载吼。阿伦这家族的利未族，这个家族是祭司的家族，所以因咧分派产业的时阵，这族甲其他支派无相款，其他支派拢会承受这个产业，但这族无，因为因要专心来服侍上帝，上帝用另外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供应因的需要，所以因会让伫百姓奉献予上帝的。1/10奉献中间得到一部分，因也会当食伫圣殿中间献祭的饼、甲肉，因会当得到这个献祭的肉的一部分。但是圣经中间上帝律法中间有注明因会当得到迄个胸坎的肉甲正腿的肉，说其实已经有够野但是要得到这个肉进前爱伫祭坛顶面先将这个肉的油。烧好尽，因为这肉的油是要归予上帝。然后剩的因会当摕回去胸坎的肉甲正腿的肉。结果咱看见着咱若对撒母耳记的上悬的第2章开始头前开始看咱发觉这两个囝实在是真匪类啦圣经中间讲因以利的两个囝拢是匪类，因藐视上帝，无要守祭司处祭肉的规定。当有人咧献祭的时阵，因就派因罗卜摕即个3支了的即个签去签。原本咧是归互因咧，就是胸坎的肉甲正腿的肉嘛。这已经有够野，但是因无爱，可能嫌这肉无好食所以迄个肉还搁伫鼎内底咧煮的时阵，因就开始签签着菲利就摕菲利签着这。纽约客的纽约客牛小排的牛小排，因着教育的艺术去出这，无要照律法啦，用强取肌肉就对了而且不但安尼因可能嫌这个肉那这个油那烧了就无油花就较涩对无所以因伫这个油还未烧进前伊罗卜就来，对献祭的人讲互我一块肉，伊要青肉要青肉要摕落去食，可能感觉青肉较好食，就是拢无要照规矩啦。人若无要摕互伊因搁安怎用暴力恐吓？咱看去圣经讲人若无要马上摕互伊因就要用抢的。所以伫上帝眼中，这两个囝是非常罪非常严重啊，因为因根本无尊重。献予上帝的祭物，嘛无尊重因家己的职务啦。这就是因为以利听承因啦。到落尾你若看到22节你就知影因犯的罪偌重。以利听人讲因犯了奸淫罪甚至甲遐伫圣母头前咧服侍的这妇人人发生关系。这是偌严重。这就是将咧敬拜巴力、敬拜外族的神明的风俗带入来家己咧敬拜上帝的这个程序中间，所以这是真可怕的一件代志。咱看到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啦。一个承受数百年稳定的家族，原本底是要做这个民族的祭司，因为忽略对伊的细囝的信仰教育，结果安怎过头听信家己的囝。放纵家己的囝，滥善用上帝的恩典，直到伊的囝根本都无尊重上帝，无尊重人。到年老的时阵，以利要来考劝，已经袂赴已经无法度挽回这个规个家族都因为安尼，变做一个受咒诅的家族，规个家族都拢败坏去所以顶回牧师就大家讲过
咱若将咱的囝当作偶像，取代上帝的地位，这是绝对的一种错误。咱上帝将咱的细囝咱的孙啊，即款的礼物放伫咱的家族中间，这是原本是一种祝福。但是咱如果若无负责任嘛，咱顶回咧讲，听就是安那，听是有责任的嘛。咱若无要负责任，帮助因行伫正确的路，互因成长的过程中间，会当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信用观念。若无安尼的时阵，有可能会亲像以利相反，拄着即款遮尔恐怖的代志。挺性家己的囝，就是污染囡仔成长的环境。这是咱爱去思考的，咱爱去思考的。咱接续咱看这恐怖的画面看了后，咱来看较好的画面，都是另外一个家庭。咱会当讲伊是以利加纳的家，其实咱嘛会当讲伊是汉娜之家啦，因为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伫撒母耳的母亲汉娜，咱会当称伊做汉娜之家。之前咱捌讲过汉娜的故事伫圣经中间咱知影，汉娜原本底是无法度生育，伊利加纳阁有另外一个某叫比利娜，常常用即件代志咧来刺激啦。伫即款的情景下面，伊真艰苦嘛伊就将伊的艰苦的代志带到上帝面前来对上帝讲，来对上帝祈求，因为伊相信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伊也相信上帝伫上帝的手中无恶性的代志，所以伊就对上帝祈祷，结果上帝就听伊的祈祷，伊就怀孕生撒母耳。伊过去捌对上帝下冤嘛，所以当即个囡仔长年了，伊就照伊的冤，将即个撒母耳带到示罗，交互以利献互上帝。所以这汉娜一般这囡仔以色列囡仔通常是3岁才长年啦，所以伊出世到3岁中间这个汉娜是真用心来栽培伊。来照顾伊，因为这个囡仔是要献互上帝。当伊长年了，伊任何丢毒嘛无，就马上将撒母耳带到示罗，交以利，互伊伫遐对伊边来服侍上帝。咱拄则所读的撒母耳上卷第2章26节，讲撒母耳渐渐长大，上帝甲人哪来哪喜爱伊，而且。伊得到上帝真大的祝福，祝福的原因是安怎？就是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讲，因为尊重我的，我的确看重伊；藐视我的，我的确轻视伊，伊的确被轻视。然后上帝祝福伊讲我要为家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伊要照我的心意来行，我要为伊起造坚固的家，伊的确永远行伫我的受保者的头前。所以，因为撒母耳的老母汉娜真用心来照顾栽培这个要奉献予上帝的囝，所以伊这个家族因为安尼来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后来，咱知汉娜嘛生过来的囡仔，上帝大大祝福这个家庭。而且咱来学几项因为咱看见着汉娜伫撒母耳成长的过程中间。有扮演3种的角色，咱爱做伙来学习。第一项，就是咱爱诚做细囝的祭司啦，爱带领伊来到什么所在？来到上帝的面前。祭司是什么货？祭司就是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桥梁啦。祭司就是咧做将人带到上帝面前的这款的功能的人。咱看以利原本就是祭司的，伊连家己的囝都无法度带到上帝面前，但是撒母耳的老母将伊带到上帝面前，将这囡仔献互主。牧师伫遮毋是讲咱大家拢爱互咱的囡仔去读神学院，将来做牧师，毋是安尼。是咱爱知影，这囡仔是上帝互咱的礼物，伊是上帝的，咱爱互这囡仔。互上帝来使用，诚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所以咱爱将伊带到上帝面头前，
伊将来可能会成做牧者，嘛有可能成做真好的信徒，伫教会内底，伫社会中间，伫各方面拢会当荣耀上帝。啊，请大家注意哦，牧师伫遮讲，咱爱做祭司是将囡仔带到上帝面前哦，毋是带来教会尔。哦，带来教会当然会当介绍伊认捌上帝，但是这还无够。咱伫家庭中间就爱帮助伊更较认捌上帝。因为牧师过去吼，我有一个经验，我去瑞士咧进修的时阵吼，有一遍吼，阮去一间教会参加暗祷。这间教会吼，迄个建筑物若真大，差不多亲像咱教会礼拜堂遐尼大，会当坐500-600个，甚至会当坐到1000人哦。但是因的暗祷吼，多坐3排，头前3排啦，吼。后壁围起来吼，后壁无要互坐，坐头前3排吼。拢是一寡老大人坐伫头前。我嘛伫迄个教会中间看到一寡囡仔吼，这囡仔吼，少年人啦吼，因这少年人是安怎？是带因的阿公阿嬷吼来教会吼参加暗祷吼，将伊的阿公阿嬷放伫迄位置顶面吼，就走出去外面。迄阵冬天吼，小可天气寒冷吼，因拢用一个迄汽油桶吼内底烘茶，伫遐咧烘，伫遐咧讲笑吼，伫外面安尼，大家伫遐讲笑吼，暗祷结束了后，因佫入来，但因的阿公阿嬷吼，佫带转去啦，吼，佫带转去。我心肝有一个足大的感想啊，吼，因为吼，因迄暗祷是用法文啊，我听无啊，所以我规路拢咧想讲，这到底发生啥物款的代志吼？我咧想啦，我家己想象的啦，吼，可能是这囡仔吼，因细汉的时阵吼，有那是因爸爸妈妈来带来教会，来等的。爸爸妈妈就出去，时间到，还佫来接因，所以因这囡仔吼大汉了，因就有一个志愿讲，以后我嘛要安尼做。所以阿公阿嬷来带来，放来了，我出去外口，等下还佫来接因，有可能是安尼。这就是吼，因当然我相信因爸爸妈妈有带因来教会，但是无将因带到上帝面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是单单爱带到一个好的环境了，咱家庭的本身就是爱成做一间教会啦。伫家庭中间，咱就爱透过咱本身的见证，咱所讲的话，咱所表现的方式，来引带囡仔来就近上帝。这就是成做囡仔的祭司啊。第二，除了成做囡仔的祭司以外，咱该安怎成为孩子的教师啊？爱去做囡仔老师，爱做教导啦吼。除了引带伊来到上帝面前以外，咱爱个负责教导的这个职务吼。圣经同咱讲吼，假使囡仔行正路，伊对细汉到老，忠心袂记清。咱中间拢知影嘛，咱细汉学的物件，拢一世人伫咱的脑海中间嘛，伊会成做咱生命一部分嘛。咱若细汉的时阵，就帮助这囡仔行伫上帝所为未办的正路。假使这囡仔正确的代志，帮助因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囡仔一世人拢袂惊歪出去。因为当因惊歪出的时，因就会提醒家己讲：我细汉所领受的教育毋是安尼。所以，咱伫这囡仔细汉的时阵，爱成做伊的老师，培养伊成长大汉，毋通亲像伊咧。到老的时阵，较要教因囝已经迄价值观已经受污染啊，根本都无要听伊所讲的嘛。所以咱应该爱行，成做囡仔的教师，帮助因，特别是用上帝的话来教示咱的囡仔，来培养因，互因会咱行伫迄个正路顶面。最后一项除了成做祭司、成做教师以外，咱来成做囡仔的牧师啊。咱每一个人拢是牧师，咱应该爱牧养这个囡仔。咱除了做教师教示因财物知识以外，做牧师是安怎？爱来牧养，爱来照顾。伊受伤的时阵爱来医治，伊艰苦的时阵爱来安慰。
伊做对的代志的时阵，咱也来激励。咱爱亲像一个牧者同款，咧照顾羊群，毋是领养饲草料尔，爱培养囡仔喏，毋是互伊供应伊身体的需要尔，咱是爱照顾伊，帮助伊伫整个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好的照顾甲牧养。咱即款的牧，咱每一项拢是咱的囡仔的牧师。咱有诶做阿公阿嬷诶，咱真侪时间去照顾咱的孙子，咱会亲像牧师同款，去来帮衬，互伊真真正正成长伫上帝的疼痛内底。而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吼。这个人是一个平凡的富人人，伊叫做苏珊娜·卫斯理吼。伊培养出至少2个改变世界的囡仔。苏珊娜·卫斯理吼，伊生19个囝，19个这当做一个幼稚园啊吼。但是其中吼，因为迄个时代吼，可能成长的环境较无遐尼好，其中只有10个活落来。伊家己有建立一套方式来培养伊的囝，而且有几项我要甲大家分享的。第一就是讲，伊虽然有10个囡仔吼，咧照顾。咱即摆有个人照顾一个囡仔，就感觉做野生啊！伊照顾10个囡仔，但是伊每一礼拜拢保证每一个囡仔爱开1点钟，甲因做伙灵修。伊有几项准则吼，我甲大家分享几项啦吼。第一，伊教示囡仔爱学习顺服，因为伊知影，这囡仔若伊若顺服上帝吼，囡仔佮顺服伊，这囡仔将来有来顺服上帝。所以伊教示囡仔爱顺服父母，因为安尼伊将来会当接受上帝的恩典救恩。还有第2项，伊的囡仔每一个囡仔若会晓开始讲话，伊就教示因祈祷。就是讲一边教示因讲话，一边教示因祈祷。就讲因囡仔一开始就爱对上帝讲话，听上帝的话。还有因家庭，每一天拢爱举行敬拜。伫礼拜中间，所有的囡仔爱保持安静。当因囡仔哭要要求一项物件时，伊绝对无互伊的。只有因真有礼貌来请求的时阵，才会合理，照合理的情况下面，才会互因。为着防止伊的囡仔讲白贼，当伊的囡仔主动认错悔改的时阵，伊绝对饶恕因，因为上帝也是安尼饶恕咱。而且任何犯罪的做法，拢会受到伊的处罚。伊会奖赏，而且奖励因的囡仔的好行为，鼓励追求良善的心。虽然伊囡仔做了无够，但是伊若一旦有做好的代志，一定来鼓励。要求伊的囡仔绝对嘴讲的话，一定要照安尼去做。伊教育伊囡仔尊重上帝。伊每一天拢会开1点钟替伊的囡仔来祈祷。所以伊培养有我拄则讲成长的有10个吼，7个一个查某囡仔，3个查甫的。伊3个查甫囡仔拢是读英国上界好的学校。伫法国大革命的迄个时间吼，咱看去英国吼，无亲像法国大革命是老血革命，因为伊的囝约翰威斯理吼。为迄个英国教会带来真大的复兴，所以英国无亲像法国遐尼血腥惨剧产生。另外一个囝叫做查尔斯威斯理咱今仔日也搁咧念伊的圣诗，伊一世人做6500几条圣诗，咱真侪拢伫咱的圣诗内底。伊这2个囝改变当时阵的英国，甚至讲会当讲是伊培养出来的囡仔。改变整个的世界，亲兄弟姊妹，咱听这个故事吼，咱心中敢有迄个心声，讲嘛，我的囝也当安尼，真做一个改变台湾，真做一个改变世界的领袖。
如果你若有即款的期待，你着爱用真正亲像牧师今仔所讲的，诚做你的囡仔的祭司，诚做伊的老师，诚做伊的牧师，帮助伊伫成长的过程中间，着明白上帝，照上帝意思去行。我相信咱会当培养出一个改变咱即个城市，改变咱的国家，甚至改变世界的囡仔。咱一定爱为着这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阮的中间放了细囝，互阮会当接触这细囝。主啊，阮恳求你，互阮智慧，互阮有听心，互阮有耐心，透过阮的帮助这细囝明白你。阮愿意将因带到你的面前，求主来使用因，来成做你的器具，来改变阮的教会，改变阮的社区，改变阮的国家，甚至改变世界。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感谢主牧师的勉励，愿咱学习萨姆尼，咱继续来唱圣诗来继续咱的敬拜。咱掀开圣诗401首，天父看到切照跋落，请起立。请坐，咱线接用感谢的心来线接咱的奉献。
请会众起立，咱三甲来祈祷。至圣的父上帝，主，阮搁一摆徛到你的面前，阮献上阮的感谢。现在去通过蔡牧师的教导，互阮知影，阮爱认真拍拼，诚做囡仔的祭司，带囡仔来甲上帝你亲自拄着，也要诚做囡仔的老师，教导伊圣经的知识，互伊来亲近你。搁较重要的是，诚做囡仔的牧师，一生来牧养，对你遐领受的真理。特别上帝，阮献上阮的担保，求你来接受阮的奉献，诚做圣工的路用。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谢。大家来报告，咱请掀开咱的周报第5页。第一项就是集体关怀，咱恭喜本会会友张竹恩甲林明章，因要伫即礼拜6月14上午10点半，伫咱的本堂10楼礼拜堂来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兄弟来踊跃参加，愿上帝祝福新的人。线接咱掀开周报第7页，第7页的正手边第6点 ，OGS 树敌团本团12届的发表会，要伫今仔日的下晡2点，伫咱本堂的7楼礼拜堂举行演出，咱特别邀请新乡合唱团，因的赞助演出，咱请兄弟咱来参加来欣赏。接着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甲欢迎新来宾。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这个朋友。这有一位张碧霞女士。张碧霞女士，毋知坐伫倒位？是张宝雪姊妹的朋友。好，就坐伫遮啦哈，坐伫遮哎，欢迎。毋知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无介绍到的。欢迎遮来宾吼，咱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牧师也要咱提醒咱，即马11月来过11月一直到12月份咱有办真侪只活动，特别是圣诞节的只活动，请咱大家拢会当来参与咱今日下晡嘛有即个 OGS 因的发表会咱会当留落来参加愿上帝亲自祝福透过遮的活动会当更较丰富咱的教会生活。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多谢。咱来唱新圣诗，伫咱的周报第4页，愿全能主上帝，请起立。圣诗煞请蔡牧师来祝祷。
主要所祈祷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共受切恳。